干嘛？我想上厕所。我现在要洗澡呢，憋着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憋不住了，你让我进去嘛。不让你进，你爱去不去。爸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老婆，你冷不冷啊？我不冷，老公，你别着凉就行了。哎，爸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进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快进去吧。晚安。哎，放开，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你不行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搬出去住。搬出去住？可是爸爸现在身体这样，搬出去住合适吗？我家就在附近，我们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回来。真的要搬出去住啊？难道你想每天在爸爸面前装恩爱吗？我才不想呢。我更不想。我先上厕所了。哎，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那2箱子可是我搬的，这2个箱子该你搬了。什么这个那个，哎，少来！我告诉你，哎，你小点声，要是把大嫂吵醒了，我告诉你，没你好过的事。老大他也管不了，行吗？大嫂，呀，搬吧。我一睁眼，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哎，你要搬家，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吗？睡那么香，哪敢叫你啊？那你也不用这么着急。哎，我昨天才说的要搬家，你今天一早就把人叫过来，你……那我爸知道了吗？当然知道啊，我跟他说啊，我想跟你过2人世界，他特别高兴。谁要跟你过2人世界？你……大嫂，你东西真多。对。辛苦了啊。那你先搬，我还要上班，没时间跟你废话。我的私人物品不许让他们乱动。小九，辛苦啊！不是老大，这女人可真麻烦啊，光这点衣服就这么多。你庆幸吧，你这就是搬个卧室，你这要搬全家。哎，老大，你那房子够大吗？你装得下吗？放不下也得放，你们辛苦一点啊！我还得去公司上班，待会儿冷放个车回来了再回去吧。知道。走了。睡。别！不是你怎么一身懒肉啊？睡什么睡？老爷子还在那，重点形象行不行？怎么了？我们是负责保他女儿安全的，你这睡会沙发还不乐意了？起来！那还一盒子没看见，搬出去。小九辛苦了。胖子。保安，你给我过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自己看。在你们车库停了一上午，就被划成这个样子。我一上午在这巡逻，除了停车人没看见别人。谁知道你去溜号还是去巡逻？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我这车是被谁划的？是你自己划的吧？我停的时候好好的，你的意思我是在讹你们了？反正我没看见别人划你车。嘿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少给我废话！我的车在你们车库被划的，你就得赔钱。
到手不赔呢。呵，你这小保安还挺横的，看来我不教训你是不行了。你给我等着！我听说红鼎集团在着手新的商业策划案了，万一他们的电商计划奏效了，可怎么办？魏总先别着急嘛，不管他云世彤的电商计划策划案做的有多么充分，到头来还是会有因素。你是想窃取红鼎的商业策划案？窃取，我不喜欢这个词。商场如战场啊，兵变诈，没有什么窃不窃取的。谁要是能把想法先落到实处，这个想法就是实力。我看不太容易吧。这个魏总不要担心了。哦对了，我听说云世彤最近找了个保安。保安？这种小人物有什么可留意的？不要小看了这个保安，据说有些来头。他若是敢干事来捣乱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小子欠老子钱这么长时间，还有时间去泡妞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你怎么还欠我钱？钱我一定还，一定还。不好意思，你等不到那时。他的钱我来还。你谁呀？有多远滚多远！要么拿钱滚蛋，要么钱放下，人留着。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，还真有自找麻烦的。我今天都要看看是谁自找麻烦。谢谢。想谢我很简单，考虑考虑。向前请，天浪集团。喂，据我所知，你是一个优秀的网络工程师，搞了个公司，一败涂地。但是没关系，我欣赏有能力的人。反正我现在活得连狗都不如。大哥，以后我就跟你了。好。这部电话你拿着。哟，这条子反应够迅速的。喂，走。林总，您推行的电商计划已经在红鼎的几家商铺进行试水了，可是咱们的业绩还是没有明显的提升。我想，如果真的要推行这个计划，光坐在办公室里想办法是没有用的。这个想法我很早也就有了。作为一个集团的总裁，上一次去自家商场已经是2、3年前的事。既然林总早就有这个想法，那我们就着手去准备了。好。哎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他们？段飞跟你说多少次，这层谁让你就上来了？林总，怎么了？这段飞啊，
不让上那层，说多少次了，从来都不听。我是来给云总送钥匙的，我们几个保安帮云总搬家。不是你再搬什么，你也……云总，您搬家了？是，刚搬的。云总，您搬到哪儿去了？那条路叫什么来着？云海路。云海路，那正好咱们集团有一间仓库在那边附近，要不你就去那儿做调研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那云总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们也先走了。好。这段飞啊，从来都不遵守公交制度。云总，你看，这不是我们的概念吗？被剽窃了。今天召开紧急会议的原因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。红鼎集团地产广告第一批概念海报，海报还没有推出，竟有2家地产公司推出了相同的概念。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云总的意思是我们公司内部出现了叛徒。据调查，我们公司的网络在今天上午遭到了黑客的入侵，大部分内部文件已经被窃取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冲破我们公司的网络壁垒，看来对方一定是来头不小。廖主任，公司的网络保护一直都是由安保部来负责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交代。我建议在咱们公司内部成立一个监察小组，彻查隐藏在咱们公司内部的叛徒。好。谁呀？进来。段飞。段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云总送晚饭。段飞，这里你不能进来，把东西放下，你先出去吧。云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管教下属不严。窃取红鼎资料这件事情，干得确实漂亮。只要能慢慢瓦解红鼎的势力，我当然会拼尽全力来协助你们。既然这样，就让我们大干一场吧。你怎么又迟到啊？算了。老大，真的谢谢你，要不然因为你，我们也不能过几天舒服的日子。我不像你们那么轻松。行了吧，段飞，这应该是你最有意思的任务了吧？娶了一个不近人情的母老虎，有什么意思啊？那是因为你跟他还没产生感情。就是，你看我跟马姬。我呸！哎，又一只母老虎哎！好了，说正事的吧。马季，你是数字专家，如果是你破解红鼎的网络，窃取公司机密文件，你需要多久？是有一定难度啊。5秒。5秒？哎，老大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侵入红鼎的网络系统吧？不是，已经有人这么做了。查出来谁了吗？还没有。交给我吧。拜托你了。没问题。来。老大，老大，饭上了。听说他最近天天来，而且天天泡有钱人，谁要是跟他搭讪，也请他喝最贵的酒。哎，哥几个，你说现在的女孩都怎么了？是啊。什么情况？算了，甭理他。来，喝酒。那个，上次的事不好意思啊。
怎么是你啊？走开！我只是想道个歉。你有毛病吧？好好道什么歉呀？你忘了，我们在车库。我不需要，可以吗？走开！不觉得恶心吗？段飞，我告诉你，我用不着你教育。恶心，你知道什么叫恶心吗？你现在就是。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特高尚？拉倒吧你！你不过就是一保安，小披萨。哟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老大，你可是结了婚的人啊，你得安分一点，小心老混蛋收拾你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接这个任务了。喂，你忙完了？今天的事特别多，所以忙到现在。你过来接我去新家吧，我找不到路。好吧。少爷回来了。哦。爸，我回来了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瘦多了，看来在国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，回来就好啊。高金呐，吩咐下人做饭，给少爷接风啊。哎，爸，现在公司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回来就先休息几天，过两天再谈工作嘛。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可不是白学的。是啊，待会儿回屋先歇着，等吃完饭啊，今天一定要早点休息啊。这就是你找的地方。虽然很小，但住起来应该很舒服。以后这片地盘归我所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上这个床。卫生间使用呢要用空气清新剂，一定不要用薰衣草味。然后那个消毒液把马桶刷一下。这地毯我不喜欢，你快去把那堆乌七八糟的东西给我扔了。还有时候记得晾这肩膀。天哪！还有这个台灯，你是找了整个天，还是在找一个这么丑的台灯吗？你会再让我看这床我就不回来了。还有这张床，以后再让我看见它，你就不要回来了。我平时的工作真的很忙，所以呢，以后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来。当然，内衣我可以自己洗。哦，还有那个衣帽间是我私人所有，你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许出现在里面。那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是啊，没有就好了。那我也挺累的，就早点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周到你家吃。不是，这么大的地方都是你的地盘，
我到底是哪儿啊？哦，看起来软绵绵的还不错嘛，看我多替你着想。啊。妈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了。妈，您别瞎想，我这工作待遇特别好。等过几天我给您接天海，再好好把病给治了。哎呀，真的，我这工资可高了。您就听我的，我这有钱。那您注意身体啊，我挂了。